大埔宏福苑發生5級大火之後，一個無業男人涉嫌冒充災民騙取18000元援助金，佢被控欺詐、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同埋3項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，一共5項罪名。案件星期5喺粉嶺裁判法院首次提堂。控罪話，36歲被告馮俊傑喺11月29號以他人嘅身份證明文件登記做宏盛閣嘅災民，誘使民政事務處發出緊急救濟登記證，導致涉事單位嘅業主未能夠取得緊急救濟金。然後喺11月29號至12月9號期間，以災民身份向民政事務處、九龍樂善堂同埋香港聖公會騙取合共18000元。佢亦都涉嫌12月9號喺廣福邨商場平台拒絕警員查閱身份證明文件。警方正係檢視閉路電視片段同埋手機裝置，調查被告有冇更多嘅欺詐行為。裁判官陳炳宇將案件押後去到出年2月20號，被告唔准保釋，需要還押候訊。